마주에게 저리 세사와 네怎么这样没不那么来古话大家这个根据把那个古话大家第三个都听上的别别介绍了呀怕被根据生的这里呀通常话你们的话对呀我要嘛的咱们两年前的是这个他们说那么来教授去我上届来教授去我去了教授根据来教授去我谁要根据把可能的经验呢有没那么说台湾整过了哇这百姓现在大嘛用给经验了哇那这早年的年嘛用啊当然早年的年嘛用啊上面去了早年的嘛就会经验了哇我觉得这就没有了的有可能呢可能原来有没那么七八要嘛的说台湾结果多啊上了多就特别告诉人破他们的建设性摸他们的技术中嘛的让他他们的money已经做出来整到他们的一些就是说是写的破他们的建设性是老百姓那话做嘛是吧摸他们的技术中嘛是他这样摸他们技术中嘛那但是打过来老不中度这破他们的建设性的时候破他们建设性那老个西米多大把那国得不写为呢我觉得有的这个嘛是吧所以同学有的这个几乎给上半年把上半他接是嘛如果可能我们那时候的短期呢我当这个要的这有的上届了过了的吧去了过了的吧根据了过了的呢讲不要嘛的哦接受马上那个看上了哦特别给咱们要嘛的他说主要给咱们这就是这么一般呢他说准备对咱们要嘛的过去什么嘛的别确保上样目的因是加个强那个送来的我就什么马天贝是都上街去的，跟着什么马天贝个确保因是呢，对目的过来嘛，都确保马天是送多啊。我就什么马天贝确保上样目的因，这这边眼我的大路，对配备那边怎么嘛的，加个路边这个送过来的，加个强那我是一点，我的内容我就什么马天贝确保上样目的因，哦，的内容看当样有嘛的。哦，江州两年接下来呀，等呢，等到来，这当给到工作单的工作是的，来的落下来的，说就的，呢，上级有固定结完了，对上级工作我给都写下过吧，去送上固定节那样，对去工作我给都写下过吧，根据那什么我的社会很不大吧，一些就应结吧，那对根据工作我因上边都写下那朋友全部有是，这种当然要的这种，我就说这开始没得。这给我这个有谁的地瓜节的小了谁给结巴有呢？这面的话，这讲过的话，老过的多啊，老讲说给新运老中钱的两年前的，让的下车个要的，让咱们养大过去了，这个要的，这样了老中的讲过去两年前的这个吧嘛多，但是可是在他妈缺乏钱呢，要嘛的，我听着印度，那那个是强生的年的，搞我们年月东啊，用我说的，这么差他们营养是不是？这么差他没接送来的，吃了这么这样要嘛的。根据呢，怎么这样要嘛的？有谈判中呢，怎么这样要嘛的？哦，有的年不了，怎么这样要嘛的？我是说少数结果要的。